大家唔知喺地鐵遇過借錢黨未呢？最近有個女網民喺社交媒體嗰度分享咗一段片段，就喺地鐵嘅車廂遇到一個綠衣大叔全個過程呢，就喺車廂嗰度向呢啲後生仔女借散銀最搞笑就係呢，拍片嘅女事主話個大叔呢，就其實冇問佢借到錢嘅，但係呢，佢自己就緊張到全程啤住對方，形容對方嘅眼神好得人驚。最後大叔就喺石硤尾站嗰度落咗車啦。片段一出，網民即刻分成兩派，有啲就話牛高馬大借散錢 cheap 星咯，覺得呢啲係揾食嘅新招。但係亦都有唔少人同情話依家經濟唔好，可能真係好多中年大叔揾唔到食，俾啲空間啦。所以話香港地咩人都有，下次遇到類似嘅情況大家識做啦，保持警覺，亦都多一份理解。究竟係江湖救急定係江湖混吉呢？咁就要打爛沙盤問過吉啦。地下鐵碰着他，好比乞衣廢柴進入夢。地下鐵再遇他，拍照對望車廂中。地下鐵碰着他，車上問人借錢等住用。地下鐵裏面每日都見散銀袋裏送，每次幾蚊袋袋到荷包已爆煲，旅程何美麗，如在發達小說中。默默啤住他，見他慌張眼神帶着怒，有沒有褲穿窿？何事唔拍八達通？難道是失業嗎？無奈家中老婆要養護。地下鐵撲水似是中斷，令佢心暗痛。道理說不通，牛高馬大正切精，這定拒絕症。